清明節咧就係中國人一個祭祖嘅節日嚟嘅。咁其實咧人大部分都拜嘅，就算長輩後生都會傳承落去嘅。咁因為加上屋企而家燒唔到咧，啲人多數去清明掃墓嘅時候燒多啲咯。嗱，好似呢啲咁咧，有紅酒啦，就有衣包啦，有首飾啦，有冥錢啦，總之生活用品啦，各樣都買嘅。生前啲先人喜歡中意嗰啲都買嗰啲。嗱，今年如果有新嘅產品咧，就有嗰個係奶燜啦，同埋嗰個便當咧，即係其實叫做快餐，即係兩餸飯、三餸飯嗰啲。因為而家嘅香港嘅節奏快啦，出現咗兩餸飯就跟住出兩餸飯啦，或者出啲奶燜啊，即係日常生活中啊啲喜愛食物咯咁樣嚇。同埋黃金啊升價之後咧，黃金金條嗰啲都好賣啲嘅。清明節啊，有啲人係燒嗰啲馬場啊。或者嗰啲推銀機啊，有啲都中意嘅，或者大型嘅麻雀台啊嗰啲咯。其實每年都有新產品推陳出新嘅，即係每年流行嗰啲就會出嗰樣產品。2000年就開始一路出呢啲新產品出嚟㗎啦，每年都不斷嘅出㗎。其實啲好似啲手袋啊、鞋啊，咁每年嘅新產品又出啊，或者電器啊啲嘢啊都係一樣嘅，即係換啲款啊，或者係咖啡機啊、釣魚用具啊都應運而生㗎啦嗰啲嘅。好忙，真係好忙，因為而家啲人咧，好似呢啲咁買咧，要用佢入埋袋，寫上先人嘅名，咁一袋寄俾先人咁解嘅，就比較忙啲，因為比較花時間啲咁樣。以前咧就執呢啲嘢嘅時候，啲長輩咧就翻去自己接嘅，咁而家開始每年咧，啲人就開始執咗之後咧，就係喺我哋鋪頭同佢包裝埋，寫上名。或者佢嚟到我哋呢度咧，一袋袋包裝，入邊有啲基本嘢咧，佢哋買一袋就去啦。如果趕時間嘅就話買一袋啦，就入邊有晒基本嘅材料啊、衣服、金銀衣紙嗰啲咧，就去拜噶啦。平時咧，我哋就朝早8點咧到晚黑6、7點，但係近10日8日咧就會做到，即係冇定時嘅啦。做完啲嘢先收工嘅，好似尋晚咁啲客訂嘅嘢太多，我哋要完成俾啲客咧，做到差唔多2、3點完成啲客，我哋先走得。做到幾夜都要幫佢完成，希望佢今朝一早去拜祖先嘅。